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车杯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年第二阵的寒流来到，位于中部以北的关山拢开始落雪，民众也三钱上山要去看雪。川的支持者从入去美国国会发生暴动，一天了后，川承认败选，众议院议长也要求川就要提早落台。 咱台湾109年往生的人比出世的人搁较侪，这是台湾头一摆人口负成长。讲到今年第二阵的寒流，和中部以北的关山拢伫咧落雪。新闻一开始先带观众朋友来到宜兰甲台中的山区交界，来看对天顶降落来雪。 台湾埡口也继续落雪，雪掉伫树枝甲草花顶面，一个看起四界拢是雪白情形，敢若像伫寒冷国家。继续来到山区，毋但路边结冰，路边的树枝拢结冻，互一大片的白雪世界吸引。真侪民众甲车停伫路边，看到狗仔就安尼跳到雪顶面伫佚佗，摕着摄像机想要来翕拍一个美丽的景色。会不会冷？还好。七波寒流在宜兰的南山村，四界拢是种高丽菜田顶面，也因为低温，高丽菜叶仔顶面拢是真高的霜。山区继续落雪，公路总局特别挂出警示标语，提醒民众上雪爱注意路况。就挂雪链的车才发到开去。在寒流急冻之下，宜兰县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也对初7夜开始就继续落雪。超兴奋的，终于等了3年，太平山第一场雪。 很难得，终于被我们看到了。西北气温继续下降，积雪一度达到5公分，游客真欢喜，拢伫贴雪人，也伫翕相。尽管园区落雪，不过太平山的蹦蹦车上款有开，民众坐上车感受经过云白世界，讲这根本就是日本，无假出国的感觉。离到西北中岛为止，已经将近1000台车来到园区。我们会启动那个车辆的1000台的总量管制，到达上限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管制。有车辆出去园区之后，才会再有放行车辆入园。园区已经进行总量管制，有这边是9月假日，中到了后，真侪车辆继续上山，一度已经达到园区容量上限。呼吁民众上山赏雪进前，先查询相关的入园资讯，车辆嘛爱加挂雪链，才好到入山，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寒流到位的关系，阳明山对饭店过后开始落雪，特别是大屯山的李子坪停车场，民众看雪是看甲真欢喜。也因为真侪民众想要上山看雪，警方透早6点就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包括着永金公路、巴拉卡公路的入口，车辆若准无挂雪链仔是袂当上山的。 这波寒流的威力真强，阳明山都透早开始落雪，吸引真侪民众少年煞上山来看雪。警方6点开始启动第1阶段，由经甲巴拉卡公路口的交通管制，禁止无到雪链的车进入山区，还有骑车上山的民众，甲速大绑在链仔顶挂，会当顺利上山。要装雪链哦，车子一定要自己挂上雪链，再开上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要找地方再挂雪链的话， 势必会造成交通的拥塞啊！大屯山的日子坪停车场，车是擦甲甜甜，虽然已经无落雪，啊，不过也阁有雪，民众出来甲景地翕相。第一次看到雪，对，也是。是哦，觉得好新奇，开心。我今天就满足了，不想上去了，很冷呢。佮向大屯山的山顶来去，有民众出雪落来，沿路阁有真侪民众把握机会来做雪人，而且甲雪人做伙翕相，享受看雪的感觉。 带一个雪人下去，很开心。有给他摸，他蛮惊讶的。蛮惊讶。对，主要是带他来啦。唔但带厝内的人，还阁有人带宠物做伙来看雪，而且有民众完全袂惊寒，汤巴摕伫咧雪地当中翕相，甚至有民众骑铁要上山，这个豆豆用伞的去伫山顶。一只黑色的，它上来很兴奋呐、真的。哎呀，很兴奋，一直玩呐、那只白的就不行了，它很怕冷。对，慢慢都来反正都来运动了。想说到最上面要攻敌。对，总是要拍一下吧。今年第一次下雪。到尾仔的时阵，还阁有民众一直要上山，警方嘛唔敢放令，会看状况延长交通管制时间，嘛还有民众坐大众运输来上山，而且爱注意穿好小。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阵寒流，唔那互阳明山落雪，全台湾有10个观测站也出现立冬以来上介低温度。伫中部的山区也有真侪山头伫咧落雪。气象局也要提醒民众讲，这阵寒流会赶到拜六，后礼拜一过另外一阵，请民众注意。拄桃园拉拉山的游客中心，佮向山区来去，沿途的山壁顶悬拢是雪，两边的树仔嘛拢是白色的。寒流有真丰富的水汽，拉拉山都车白透早就开始小连续落雪，游客真多。下面的雪积了大概有20公分厚了，哦，都看得见。然后这边墙壁上也积了10几公分以上。第一次看到真的下的雪，之前就是只有那种残雪而已。提早来山顶等雪囡仔，大一暗看到落雪，就开始做雪人。那是中部合欢山的母岭，透早嘛落入冬以来的初雪，累积高度要到3公分，地面就那像是铺一层白色的地毯。有民众特别驶4点外钟的车来入雪。特地从林口开了4、5个小时来那个合欢山追雪，难得一见下大雪，很开心。冰吗？啊，很冰，脚也很冰。对。之前有来过吗？没有，就下雪的时候没有来过。对，是很兴奋。对，很开心。寒流发威，新竹尖石乡嘛伫咧透早落雪，若是平地部分，车北上低温出现伫咧连江县的东引，干那4度；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五股，透早测到4.7度；新北市富贵角嘛干那5度，新竹杨梅透早拢无到6度。气象局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提起怪感觉会个继续。以今天跟明天来说，低温是比较明显的偏低，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大概事实上会有一段时间持续的低温。尤其是北部、东半部是一个比较湿冷的情况。拜5入暝了后，水汽减少，不过各地温度也是增加，一直到礼拜才会小可回温。不过拜一阁有大陆冷气团，甚至是寒流增加冷空气报道。气象局提醒民众要注意长时间的低温，千万得爱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进行宣布，讲对正月10号开始，入境居家检疫就要1人1户。对今日暗时8点开始，若准有需要民众，会当上网络登记集中检疫所。另外，全台湾防疫旅馆的房间数量最近会再增加2500间。台北市政府也宣布讲，台北市防疫旅馆除了台北市民以外，外岛的民众也会当登记。若讲到咱台湾的确诊病例，伫今日又搁增加3个，对境外入来确诊病例，其中有一个是对奈及利亚染病大伤，伊想要用专案包机返来到台湾治疗。还有大伤伫外国为着新冠肺炎，搭紧急医疗专机返来台湾做治疗。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增加3例新冠肺炎境外20个病例，暗号第824例是台湾籍70多岁男性，伫奈及利亚做生理，去年12月底伫当地发病，3天来病情就变严重，紧急申请医疗专机返来台湾有核准。这嘛是去年11月份加纳大伤了后，自费包机返来台湾，互医生看确诊的第2例。M824它其实有肺炎就是胸部 X 光有显示肺炎，那不过它并没有插管啦。另外2例是暗号825，埃及籍无满10岁查某囡仔无症状，入境的时阵伫机场自费采检确诊。暗号826是台湾籍20多岁的女性，为美国返来入境的时阵主动通报有症状，伫机场采检确诊。因应新增为外国返来的台湾人居家检疫的需求。指挥中心宣布，为初八暗时8点开始，会开放民众上网申请主文集中检疫所。全台湾防疫旅馆的房间，最近会阁增加2500间房间。近期除了这16000间的旅馆之外，那近期可增加近2500房。台北市的防疫旅馆原本干那限制台北市民才会当注文，因为考虑到离岛的民众返来台湾有检疫的需求，所以台北市观光团保局宣布。为即马开始开放金门、马祖、澎湖离岛的居民，过年尖峰的期间嘛会当注文，互当来各乡的民众拢会当顺利完成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有一寡爱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却走去公共场所，甚至是居家检疫过后随四界走，却验出病毒移工。疫情指挥中心禁也禁止自主健康管理者甲人自餐、唱 KTV， 甚至是过年时啊围炉拢袂当，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30万。高雄市一个女性，去年12月中居家检疫打煞，就招同事去食火锅，想袂到过当天采检确诊新冠肺炎。家在甲有密切接触的人，检验拢是阴性，
为着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发生，疫情指挥中心定出规范，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者14天期满了后，续落来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禁止出门聚会、聚餐或者是唱 KTV。若违反规定的，上当会当罚30万。主要就是避免去聚餐或聚会啦。那如果说要去用餐的话，那就是建议可以外带食物尽数本家使用。指挥中心表示，食饭的时阵无法度全程挂喙罨，所以要求自主健康管理的人爱避免出门食物件。当然，新者嘛袂当去饭店、餐厅围炉，敢若会当甲亲戚朋友伫咧厝内围炉。也若即个期间嘛禁止参加演唱会等等大型的活动。若是有需要出门去超市买物件，都要全程挂喙罨。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在99%，99%都是在14天之内，可是有1%的人他在14天之后还有传染性。即马国际疫情愈来愈严重，台北金华酒店宣布提悬防疫的层级，为即马开始全面落实用餐实联制，会详细登记每一组人客、联络的资讯甲座位的安排，方便后手的追踪，嘛确保用餐的民众互因食落会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Kraft 宣布，正月13到19要访问台湾。这段期间会去拜会总统蔡英文甲外交部长吴钊燮，14也会发表演说，谈论到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过，这款行动却引起中国赤潮，甚至批评这一切行为拢是失去理智。Contrast to Taiwan, a true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报发言支持台湾，更加伫推特打出甲台湾乌线红啊翕相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确定会在1月13到15访问台湾。根据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声明，克拉夫特访问台湾是遵照台湾关系法，也有6项保证，强调美国政府对拓展台湾国际空间坚定力继续支持。对于他这一次访台的行程，我们表达诚挚的欢迎。那相信这也是台湾旅居法再一次的具体的实践。那对于台美之间的坚定的友谊也会更加的深化。外交部也证实，克拉夫特访问台湾期间会觐见总统蔡英文，甲拜会外交部长吴钊燮。这是在外交部外交甲国际事务学院发表演说，讲到台湾对国际社会的杰出贡献，以及扩大参加国际组织的重要性。这是台湾退出联合国了后，头一摆有在任的驻联合国大使访问台湾，而中国外交部甲联合国代表团拢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特朗普政府内少数反华政客不断的上演最后疯狂，不择手段利用所剩任期蓄意破坏中美关系，服务其个人政治私利，美方必将为其错误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所以他这一行呢，一方面让台湾高兴一下，算是临去小秋波，对大陆来讲呢是在刺激他们一下，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听见你认为克拉夫特这座只是川普政府下任进前的毕业旅行，访问台湾未对参与联合国推案有所进展，而且大使等级也无比其他官员较悬。若是真正要寻求甲美国中间的关系突破，应该爱看下来拜登政府上任了的态度。这时阵美国官员访问台湾只是代表意义，实际的意义无大，唔免伤过度来解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国会经过阻碍总统认证的暴力事件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事件发生的24点钟后承认败选，也准备要政权移交。不过，伊却是无甲拜登讲一声恭喜。另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逼着副总统 Pence 用着爱引用宪法，互川两早落台。若准无要做，就要甲伊发起大协。美国总统川普初次发布影片，谴责国会暴力事件，嘛认为违法的人应该付出代价，而且答应讲会和平转移政权。虽然无恭贺拜登，不过讲出新团队等于是头一届承认伊家己连任败选。Now Congress has certified the results. A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augurated on January 20th. My focus now turns to ensuring a smooth, orderly, and seamless transition of power. To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serving as your president ha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time. 国会大厦初来发生暴力的冲突，造成死亡甲受伤，清理的工作已经展开。大多数的主流媒体想要报道迄当阵现场的情形，为规个乱糟糟的景象，会当想象迄当阵遮发生的情形。上去的示威者甲警方面对面冲突，走入去的示威者去互下令爱拍伫个涂骹。
国会现场的人员是去咧找暗号的所在，这画面引起国际社会批评，谴责暴力的行为。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17个委员联名要求副总统潘斯引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因为川普到大也无法度接受选举的结果，对伊的心理状况提出质疑。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甲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人已经甲严重警告，爱川普提早落台。President has committed an unspeakable assault on our nation and our people. I join the Senate Democratic leader in calling on the Vice President to remove this president by immediately invoking the 25th Amendment. If the Vice President and the Cabinet do not act, the Congress may be prepared to move forward with impeachment. 根据消息人士表示，潘斯目前并无甲任何内阁的官员讨论援引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爱川普提早落台相关的代志。因国会暴力的事件虽然结束，不过美国国会警长已经因为这件代志请示核准。川普几个内阁的官员嘛请示，包括运输部长赵小兰就是其中一个。伊表示，针对这件的攻击事件，无法度放外管。美国教育部长戴佛斯、美国驻北爱尔兰特使穆尔瓦尼、副国安顾问博明、第一夫人的新闻发言人等等的官员嘛拢相连续离开川普政府。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的支持者冲入去美国国会发生暴动，也造成5个人死亡。这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警察。不过发生暴动的迄当时，国民兵是晚2点钟才赶到位，开4点钟才甲示威者压落来。有人伫咧质疑讲，这根本是2套标准。若讲到党内外拢有人要逼伊落台的 Trump， 敢真正会面对着天书落长的大压力，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差不多将近2000名的川普支持者，甲华府国会山庄包围，冲入议场，滋事生乱。1814年英美战争了后，华府从南北发生过场面，竟然在21世纪出现。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猜测讲，这是国家史上上怪黑暗的一天，也是对民主的攻击。伊甚至用本土恐怖分子来攻击冲入议场的暴民。It was not disorder. It was not protest. It was chaos. They weren't protesters. Don't dare call them protesters. They were a riotous mob, insurrectionists, domestic terrorists. 在冲突的过程中，暴民直接冲入去议场内底，现场警力也无度对抗。华府救兵甚至等2点钟才赶到位，用4点钟才恢复特殊。国防部官员讲，早在初六国会联席会议举行的前3天，就把问讲华府警察局是不是需要国民兵来支援？因为联邦政治单位将压的种种消息拢显示，初六的群众游行未是一场和平的集会。不过国防部提议遭到华府警察局的拒绝。另外，一方面公开号召支持者主动拜登胜选认证的天书的川普，也搁在面临党内党外爱落台压力。It breaks my heart that my friend, a president of a consequence, would allow yesterday to happen. And it will be a major part of his presidency. It was a self-inflicted wound. It was going too far. 参众2议民主党领袖拢爱副总统潘斯反映宪法第25修正案第4条规定，及时解除适龄者川普的总统的职权。媒体所掌握的消息讲，潘斯对这项提议是无兴趣。另外一个，川普落台办法是国会弹劾，不过需要得到2/3绝对多数席次的支持。离政权到接近剩13天，弹劾程序真复杂，是不是会完成，这是上大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一开始先来看一条真不幸的消息。屏东的三地门乡昨发生一层轻便飞行机摔落来意外，搜救人员一直到暗时10点多才找到飞行机，其中59岁教练甲25岁旅客找到的时阵，这2个人已经往生啊。详细事故运安会也等咧调查。屏东三地门7下晡发生轻航机失事的事故，暗时10点外，伫赛加山区找到飞行机的残骸，甲2个飞行机顶的人员，不过拢已经不幸过往。搜救人员透明甲遗体送落山，车被载起由屏东检警上验。有一具大体，全身有2-3度的烧灼伤，那另外一具大体呢有4度的烧灼伤。那至于这2具罹难者的大体真正死亡的原因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做解剖鉴定。是因为天气歹才袂航，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运安会甲民航局车被载起，嘛赶去屏东做调查。民航局表示，长期甲业者拢有合法，
轻航机冇检合格证明。是有飞出他们的飞行的范围？没有，就在空域里面。我们民航局还是要配合运安会做那个后续的这些调查。根据了解，轻航机是为屏东高雄起飞，到三地门流来吊桥的时阵失去联络，做起飞降落场地互业者的面带推测，这个意外可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咱这不是用大架飞行机看仪表的嘛，我是看目测的。目测你真的阴层降落来时，真的看不到头前，看不到头前。所以它也可能气象差要赶回来了。这两个死者是59岁姓林的驾驶，甲25岁姓陈的乘客。姓陈的乘客正细汉道飞行的梦想，头一届体验轻航机，想袂到才短短20分钟，就成做人生的上尾一届，互家属是真好接受。今天你业者，你这种天气，你让我的小孩上，因为我老公是空军嘛，他这一定上去一定是空间迷想，他上去就撞山了。这个事故已经由运安会立案调查，按算3个月内会公布调查报告。要拿事故初步的报告，要等现场调查人员回来了后才公布，时间目前也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几天天气变甲真寒，吹着冷风，规个人就会缩起来。自安尼各地头拢传出到病院进前，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案例。目前伫新北市是上介侪人，另外也有真侪人关心家友的安全，伫各地头也发起关怀家友服务。虽然还未到领饭菜的时间，提供予家友避寒的救助所头前已经排队排到落长。这波寒流的气温创下新低，家友是头一个受到冲击的。因若伫咧食，唔来当食着烧的，还佫有暂时的住宿，对因来讲已经心满意足。哦，迄寒足寒哦，真正无法度啦。迄风吹咧，头壳拢足痛。事先都有发一些保暖的衣物啊，有叫我们来拿，所以大部分都不会冷到啦。台中市的仁安基金会内底，目前收容16个家友，有的因为眠床无够，爱厝涂骹困。站长讲，最近温度真低，不过也是有部分的家友无愿意入来住，互因是真烦恼。停工啊，或者是就医啊，或者是他就近取得一些餐食的方便啊，或者是他已经习惯他原本那个在那边居住的睡觉的一个空间。虽然甲台中市社会局启动家温关怀，不过因为无强制力，敢若会当斗3工偌济算偌济。根据各地消防局的统计，为寒流到为初7开始，一直到初8点，各地有传出乌开案件。台北市有7件，新北市16件，其中11个人不幸过往。桃园市有3件，彰化县有4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状态，但是我们不会说他是猝死，他就是呈现这样的状况。敢是甲天气相关有关系，还佫要进一步调查。目前天气温度要真低，医师呼吁民众，尤其是侪岁人都要穿好烧，避免引发心血管的疾病。跟之前比，明显没有力气，或者是他的讲话突然出现像大舌头、像含卤蛋在讲话的时候，大家就要非常警觉。医师指出，分数接触到冷空气，血管会收缩。侪岁人的血管比较较硬，是个危险的族群。提醒侪岁人甲慢性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按管内保暖，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寒流一阵过一阵来，造成台南蛤蟆沙白鱼的养殖窟内面的沙白鱼寒死。农委会注意单节中透早去到7股勘查渔业受损的情形，也表示讲会甲天然灾害补助有关。另外，伫台东的大目石溪甲包槟榔咧用的老桥也当一个海气，继续也是跪落落来。一只沙漠鱼拢冰岛徛伫岸边，虽然已经伫活动池内底水深了1公尺，由于袂冻的寒流，渔民是感觉真唔甘。大是越冬死啊！嘛是迄工作是拢死了。对啊，拢死了啊！伊就是迄工挂着。沙漠鱼拢是工作鱼，甲蛤蟆饲斗阵，减少工作鱼食海菜这物件，蛤蟆成长受影响。爱另外请人来清，增加成本，而且这种政策，工作鱼1公斤敢若补助9千，无度抵消这个损失。重要性不在它的价值，是后面它死掉之后，可能会延伸大型的湿藻，会覆盖在文蛤上面，会造成它窒息而亡。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在立委季国文陪同下，初7来到7股勘察渔业受损害状况，强调会将款认定灾损的状况赶紧来处理，并且建议提悬工作鱼1公斤9千块以上补助，呼吁渔民参加农业保险。甚至如果需要我可能要麻烦所有渔民朋友用强制性。替所有农渔民朋友稳定收入最好的方式，还是要保险啊。保费的部分呢，农委会至少会负担1半以上。如果地方政府再加码，您可能是付
细纹节。另外，台东的高经济作物大目色镜加老花拢出现当伤的情形，卖无好介绍拢落价。官府已经进行调查，呼吁农民赶紧通报各地乡镇公所申请灾害救助。到海边那边的就大概有80%。台东县政府统计，大目色镜保守估计已经5公顷受到冻伤，种老花农民也家己估算至少减收4成左右。而前一波去年12月底旱害造成森林的养殖渔业因地性灾害，农委会已经公告，梅寮乡、口湖乡、苏澳乡、大西乡4个乡镇，若杀目鱼达到20%以上的灾损，影响当地公所提出申报。即阵已经有350件，大约300多公顷申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咱用上紧的速度来看全世界疫情。西班牙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万人，美国的部分是连续3天，每天住院的人数拢有超过13万人。巴西目前有20万人感染，法国甲澳洲也已经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的确诊病例啊。全世界疫情也是继续伫咧滚高，西班牙初次累计确诊证实超过200万人，成做欧洲第4国。伫去年10月2日超过100万人确诊，短短也无到3个月，病例就翻倍，而且感染率继续伫咧升悬，总共累计51000多人死亡。若是美国治病住院的人数是一直创新高，连续37天有10万人以上住院。初5、初6、初7连续3天是超过13万人，初6个创住院人数上济纪录。加州洛杉矶郡的疫情真严重，累计已经有超过11000人破病死亡，而且其中超过5000例拢是伫咧最近2个月，算算来每8分钟都有1个人死亡。The only thing that we can do is give them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which is this. There's no room inside the hospital, that we are making tents outside the hospital to care for patient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新的统计，巴西累计确诊796万多人，累计破病死亡的人数是证实超过20万。上波罗州的官员初次表示，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研发的疫苗 CoronaVac 伫咧后期临床试验当中，有效度要到78%，而且会当完全预防重症。这个疫苗伫咧冷藏温度地当保存，技术运输甲保存是搁较简单，希望讲会当大规模伫咧开发中的国家来做疫苗。虽然面对疫情伫咧滚高，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也是无改变伊的立场，佮一概表明讲无支持封锁的措施。Mas temos que enfrentar isso aí. Não adianta apenas continuar, como alguns querem continuar, aquela velha história de fica em casa, que a economia a gente vê depois. Isso não vai dar certo. Isso vai ser um caos no Brasil. Pode nos levar às condições mais dramáticas ainda do que as consequências do vírus. 法国的卫生部门初次表示，国内发生2件英国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分别伫咧首都圈巴黎大区，还有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大区，总共19例。研发的边界继续伫咧封锁，目前还无确定的重新启动日期，敢若限定特定人士有摕阴性报告才会当入境。若是澳洲昆士兰省的首府布里斯本，因为顶一日发现防疫旅馆的清洁人员感染英国的变种病毒，宣布伫初8开始封城3天。县政府嘛对布里斯本还有4科维亚城市发布强制挂嘴暗的命令，这嘛是当地疫情发生以来头一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中国伫咧初7增加53个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有37人，河北省就占33个起啊。目前是有风声讲，是地下教会伫咧集会才会造成群聚感染。河北的官方政府也召开记者会，表示疫情源头也未查到，赵家庄也先宣布封城。不过有中国专家认为讲，这也毋是上介严重的时阵。河北通勤的民众透早要坐客运去北京上班，人是规个客甲吵，因为上车进前爱摕3天来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还有工作证甲居住证3项证件。往北京部分的高速公路嘛开始做检查，地处塞车的情形真严重，原因是因为河北爆出疫情。中国初7新增加确诊病例53例，本土病例有37例，其中河北就占33例。河北官方召开今年头一场疫情记者会，讲疫情的源头目前也未查清楚。截止1月7日24时，石家庄市累计检测485.67万人份，检出阳性样本289例。目前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但是，
病毒的源头还没有完全查明，还需要继续的进行排查。河北省一个开村，新冠疫情逐标白刷，有咧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地下教会活动引起群组感染。虽然无去互证实，不过同灾区石家庄官方表示，几个确诊病例行踪拢有去参加活动，而且是以60岁以上的老大人较侪。面对疫情恶化，石家庄宣布封城，严格控制人员甲车辆的流动。为江苏甲浙江来防疫医疗团队嘛入来斗3工。也拿中国防疫专家张调辉认为讲，目前也未达到疫情的高峰。毕竟是这些患者刚刚发病4到5天左右，还没有到达病情的高峰。因为这个新冠发病以后，要达到高峰的时候应该7到10天，所以我们还要密切观察这些患者。为1月初2到初8早起10点，河北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的有127例，包括石家庄118例，邢台有9例。也若即马嘛，甲邢台市、南京市几个所在有关风险的层级。目前中国拢总有55个中风险的地区。也若石家庄市各社区全区是红列做高风险地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韩慰安妇事件的受害者，因过捌甲日本政府讨赔偿，南韩法院伫初8搁再判日本爱赔付12位原告，一人大约是新台币278万的赔偿金。这个判决却引起日本的不满。日本官方强调讲，南韩慰安妇的问题，伫2015年已经达成协议也认为南韩法院这款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判了将近8年的南韩慰安妇官司问题，南韩政府将在初8做出判决，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赔偿12位原告每人1亿韩票，折合大票278万左右。 감개가 무량합니다. 오늘 이게 우리 일본군 위안부 피해 할머니들 그간 당했던 거에 대한 최초의 지금 판결이라는 의미가 있지 않습니까? 배상보다는 이제 사죄랑 일본 정부가 이 문제를 이제 계속해서 자국민들한테 알려서 이런 전쟁 범죄가 없길 바라는 마음이 더 크시지. 这个官司对2013年开始，由12名南韩慰安妇向南韩法院联合提出，要求日本政府爱赔偿每一人1亿韩票的精神抚慰费用。不过，过去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慰安妇问题早在1965年就甲南韩当时的总统朴正熙签订日韩请求权协定，可以5亿美金当作解决慰安妇丁永刚这个人赔偿问题援助。随后2015年，双方政府又达成日韩慰安妇协议，由日本公开核实的81个日票成立和解甲治好基金会，向受害者发放抚慰金。协议中强调内容不可逆转，所以不愿意接受南韩法院的官司文书，也无派人出庭，造成这个官司调解失败。在2016年的年初转做民事的官司，这阵南韩法院做出赔偿的判决，日本政府表示无法度接受，认为这个判决是违反国际法。このような判決が出されたこと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日本政府として断じて受け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旨、先ほど秋葉外務次官から南無元票在京韓国大使に対して極めて強く抗議を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拍官司的12名原告，即阵敢若剩5人也在世，其他拢由家属代表出庭。而这摆判决也影响后续其他相关官司的判决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伫初8公布109年人口统计，讲死去的人比出世的人佫较侪。这款情形伫台湾也是头一摆出现。有学者烦恼讲，有疫情加上2022年佫是虎年，出世的婴仔可能对17万人会达到16万人。 囡仔互妈妈抱的是困甲真落眠，啊，毋过有愈来愈侪家庭敢若愿意生一体，就算政府推出各种托育的补助政策，啊，毋过真侪家庭也是无想要生。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去年1月份至12月份的出生人数是16万5249个人，死亡人数是17万3156个人。国内人口头一届是负成长，六都以台南甲高雄负成长上严重。现在物价跟房价都一直升高，可是我们
薪水也没有跟着调整，所以如果对上班族来讲，生小孩应该反而是一个负担吧。他的补助也毕竟只是短暂的，也不是长期的。那小孩几十年的养育，其实费用也不是只有这么一些些啊。虽然国内去年无受到疫情真严重的影响，不过人口扣掉迁入迁出等等的因素，去年人口总数是2356万，1236个人，比2019年是减41880个人，接近2017年的水准。等于讲人口总数是倒退3年。其实国发会早就伫咧去年中，就已经发布人口推测，显示台湾今年的头一届是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较济。而且估计台湾会提早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学者就烦恼讲，新冠疫情也搁伫咧继续，会去影响2021年的生育，而且2022搁是好年，出生人数可能会到17万，直接落到16万以下。经济的诱因，它只是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警政署中央人事一条边的权利。警政个人人数大变动，团讲是因为包括警察大学校长李文明、移民署署长曲洪光，还有人。我们相信，我们新北市的警察局长都是最优秀的，因为能够到6都来当警察局长，都有很好的资历跟经历。警政个人人数传出调动，不过当事人差别几工拢联络袂到，还是无回应。到底调动敢是真的？人数移动发布就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东区，好民众就爱来参加联署。另外，民进党内也有人建议总统蔡英文就要去到其他县市，甲民众沟通，解说3拍症治病问题。蔡英文也表示讲，政府是有在调看守食品安全。公投赶来住。国民党要拼反台资，甲公投北大选2个公投案，要伫第2阶段达到50万份。初九会全国展开联署宣传。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甲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市政府有积极的作为，来持续强化我们在地农产品的竞争力。我们有经验、有能力，也有决心，要充分为这个食安来把关。根据了解，蔡总统新政拢会安排下乡行程，听基层的建议。立营立委，即卖因为内底的代志面临着方罢免的压力。民进党表示，蔡英文嘛以党主席的身份，甲地方党公职干部座谈，听基层的意见，诚做施政的参考。接落来会去南投甲宜兰等等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的南市也有国小对今年9月开始实行民族教育，不过伫2000。甘肃话一步一步引领台湾的囡仔将传统的服装穿回来，文化做因的代志，你啊，共款的薪水有时咱比别人做较济有无？啊，毋过就是教育热忱，你若甲老师引发出来，大家就拢会得咧。张迄言经历社会的歧视，将原住民文化藏起来，甚至想要学都市人过日。经过这几冬的推广，即阵已经豆豆啊有改变，在地文化真正存在伫生活中。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因为租金伤过悬，所引起争议的名伦社会主体，内面有一间名伦非营利幼儿园，初8、初9开放予民众去登记报名，初10就会抽考啊，也有家长特别。就是所有资料都帮我填写。加报名的说明听好斟酌。台北市第一间本地社会主体内底的名伦非营利幼儿园，第一刚期才开始的，对，那可能比较有机会抽到。他现在就是第一次抽，因为他之前都在使用，对啊，想说应该几率。名卡手爱紧，本来台北市非营利幼儿园，拢伫8月份就伫线顶抽考啊。即摆配合社会主体完工的时间，则特别若阁有名额，无抽到的家长8月份阁有机会。记者陈嘉文、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咧新竹市的中正学院出入也变甲真方便。阿公阿嬷欢喜唱歌，大位时段拢真好笑神。原来因培种时上课的教室外口环境变水啊！新竹市长青学院过去环境较垃圾，经过8个月改善，今仔唔但有草埔，阁有菜园啊通种菜。便所把变做干那饭店的顶级。以前因为是封闭的啊，封闭的就感觉就是。对环境甲出入安全动线的设计嘛真重要。之前的无障碍坡道都是很窄小的，那现在已经拓宽，而且变得不滑，然后长辈走起来非常的安全，而且还有扶手。时代看到这的改变，拢足欢喜。今仔因唔但会较介意来这上课交朋友。
嘛小少来遮种菜种水果，希望收成了会使做伙食家己种出来甘甜果子。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阿里山日月铁路42号崩坑，因为莫拉克加大关风台的吞打，互伊规个放弃，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一直无法度修复。即马经过5年的宽平工程，经过5年的努力，包括经过环评，可以说是历经了非常多的处理的事情，到最后终于闪避当初放过的所在，暗算伫2023年全线通车。我们预计在111年就会完工，112年会全线通车，然后沿线所有的场站也都会完工，从北门、鹿马场、竹崎，还有奋起湖、祝山、神木，包括这一条42号隧道的完工，所以会带动整个台湾迈向国际的一个观光亮点。新的崩坑完工了后，这个旧的72号崩坑嘛会保存落来。未来会规划主题列车来遮进行文主甲生态教育，希望阿里山林业铁路成做观光甲历史文化的教育场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海洋保育署伫去年底含产水人员合作，伫屏东的东港溪甲高屏溪出海口海底，甲这个海底粪扫变好清气，过程是真困难，而且清出来粪扫上界多就是希望啊。产水员伫个东港溪出海口的海底，赶紧先甲锁仔固定。人哪捡锁仔，哪开始找看卖倒位甲垃圾。不过海水实在真热。属于沙底，那沙底它的下面是坚硬，然后上面有一个粉层。所谓的粉层就是15到20公分左右的高度，就是厚度。那在这个厚度里面，如果说我们人员一作业的时候，它就是产生了一个雾形的。所以说，在执行上来讲是比较困难。船速高手，后退，后退。唔那海水热，出海口的海底嘛真坎坷。产水人员爱细腻，看到塑胶袋啊、玻璃杆啊、铁链啊，就爱捡。上济就是这种大型鱼网，定定看到鱼啊、金啊，互低调，真唔甘。蚕岛螃蟹啦，这些的，就是所谓的鱼类的，它会钩子到，但我们人员都会去处理。当然来讲，在它还没有在产生它的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帮它先处理再调好。若是发现大型鱼网，有时爱切断绑起来，才会使浮起海上去处理。要清海底粪扫真困难。不过去年底，民间团体调查，台湾西部海岸8出海口海底粪扫的密度是全球的1.5倍。因为寒天北部的天气歹，海洋保育署最近甲针对高屏这2个所在先清理因出产的七股芳洋芳果。洋芳果要求搁好食，就要种伫人为温差介济的所在。农民郑俊良讲，因为今年的寒冷较有一点 Q 了，它比温室里面的恒温，它就是有那个加持的作用。俗语咧讲，硬板的果子袂甜，不过有农民会趁价小好的时阵，赶紧采收就吃。但是其实果子还袂够分。这区产的农民讲，伊的洋芳果好食是有撇步的，就是伊袂赶上市，一定会坚持洋芳果完全熟啊，才会慢落来。而且为着卖互营养分散去，伊无求出产的数量多，逐张知影拢干那留1-2粒，甜度就是1.1。看到市场价格好，你就要把它剪下来送出去，这个是不会好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坚持。咱当年的12月到过冬的4、5月，洋芳果是上好食的，民众若要食，就爱趁一时。记者综合报道。各高署逐年拢会举办全国高中学生机艺竞赛，让学生有一个表现的舞台。伫屏东内埔，就有一个3年的学生自细汉真够做手工艺，今年也伫咧比赛当中得到第1名。学生囡仔真熟手，咧用尖车填补啊！伊是屏东内埔龙岗家政科3年的陈昂，参加109学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技艺竞赛，摕到个人金手奖手工艺类的第1名。告诉我们每个选手的强项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利用这个强项，然后再去精进拼布跟刺绣技巧，然后在一些他还蛮认真的。然后基本上他也有底子，在磨练的时候就是还蛮有毅力的，
嘿，然后跟着老师的节奏。阿苏、农业甲海事5大类来举办比赛，予学生一个舞台，通展现认真打拼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5度到10度，中部地区对7度到15度。